朋友，你到广袤的草原上会看到牧羊人手中的抛石绳，您只是见过而已，却不知道它有趣的意义。抛石绳呢，以牛绒毛等主要原料制成的驱赶牛羊的工具，隐藏着雌雄双运的自然秘密。抛石绳呢，分3段组成，中间位呢略小于巴掌的枣核形之物。一端顶部用套环，另一端末呢用羊毛做一边梢，边梢和套环呢以两性真相符合的特点而得名。由此可以看出，藏族意识中呢以对称美观为基础的审美观念。另外呢，上下2种习惯被称为普二、摩二，这说明男女双方以结合的自然现象。藏族人心中有着匹配的意识。这种现象在物理学上被称之为雌雄同体，是人类男女互动的自然奥秘。然而我们的身边也不难发现类似的物种和实景现象，您觉得呢？在评论区告诉我。